在地人在地前，台南新市社内社区找附近的大学合作，将在地特色的白莲雾树的树叶啊，开发出手工纱纹、加网仔水等等的产品，来提升这个白莲雾产业的价值，创造在地经济，卖当活化农村的传统产业。台南新市社内社区进行农村的再生计划，甲在地传统特色的白莲雾树叶开发做产品，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。无简单，真正会当触发到萃取这个物件做着纱纹啦，这种天然的就咱的迄个喷雾啦、防蚊液啊，这方面所以感觉真欢喜。产品研发的过程是甲附近的中信科技大学的老师张雅妍来合作，而且开放予民众试用的评价拢袂歹。这块手工皂跟别人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每一个手工皂都有20%由我们社区的长辈一手一手的把叶子摘下来，人家是点到用头刀，我们社内是阿公阿嬷经白莲雾叶。台南新市是白莲雾的故乡，当年拢会举办白莲雾节。里长表示，希望透过农村的再生计划来创造在地经济，带动地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